大家好，我係天賜醫師。大家估下今日同大家分享下咩健康嘅話題？不如大家試下攞塊鏡，好似咁側面照下自己個頸背部有冇脊柱嘅問題，同埋頸部攞隻手摸下自己頸後邊大概第7節嘅頸椎有冇異常嘅彎曲或者隆起呢？嗱，咁你要小心啲啦。如果有嘅話，所謂脊柱問題係指脊柱喺側面觀察嘅時候出現不正常嘅彎曲，導致脊柱偏離正常直線。到底係點樣造成脊柱問題呢？最主要嘅原因呢係不良嘅工作姿勢有關。喺臨床上，我經常見到有患有脊柱問題嘅患者咧，好多時佢有明顯嘅寒背或者頸前傾嘅問題。唔好以為脊柱問題只係影響外觀，當脊柱問題形成，其實會影響背部嘅三角肌同埋菱形肌嘅懸掛系統嘅壓力。久而久之會增加頸膊酸痛，甚至頭痛、手指麻痹嘅問題。如果情況嚴重，亦都會影響我哋嘅椎動脈嘅血管受到壓迫，從而影響大腦嘅正常嘅供血量。喺生活上可以容易見頭暈眼花。既然我哋嘅脊髓繼續受壓，會影響我哋正常嘅活動功能，嚴重者會導致癱瘓。因此，我哋會正視脊柱問題。喺中醫嘅角度嚟講，脊柱問題嘅位置喺大椎穴，係手足三陽經同埋督脈嘅交匯處，係人體背部所有嘅經脈通往大腦嘅樞紐，係人體血氣經脈嘅十字路口。如果喺頸後邊腫脹嘅位處堵塞，會增加風寒痰濕積滯，影響全身嘅血液運行。早期脊柱問題嘅形成喺你唔為意嘅寒背啊、條腰伸唔直啊，或者不良嘅工作姿勢啊，會慢慢形成。初期咧，佢頸部嘅肌肉咧，或者頸邊膊嘅肌肉會長期有繃緊啊、疲勞，咁慢慢就要影響佢椎動脈嘅血管受到低壓，咁佢慢慢就覺得會有時候會有頭痛啊，影響佢睡眠啊，或者有頭痛同埋睡眠不足嘅症狀。如果症狀持續，冇改善你嘅不良嘅工作姿勢或者坐姿，咁會令到你嘅胸椎神經受到擠壓，會容易引起心悸、胸悶，從而影響佢精神壓力、情緒不安，甚至會影響大腦嘅血氧供應，增加你中風嘅機會。喺中醫有好多不同嘅治療手段可以舒緩脊柱問題嘅症狀，例如經過藥用嘅推拿、按摩、針灸、帆針、貼刺、艾灸等等，通過刺激大椎穴同埋附近嘅經絡穴位，都可以達到疏通經絡、活血化瘀同埋去腫止痛嘅功效。治病必求治本，當然最重要嘅係一定要改善你嘅生活習慣。今次就同大家分享下家居護理1、2、3。第一，保持良好嘅工作姿勢，因為坐姿坐直啲，同時要避免經常耷低頭打手機或者做電腦嘅習慣，咁樣會增加頸椎嘅壓力同埋頸前傾嘅問題。當你頸部向前傾，除咗會增加頸背後嘅肌肉繃緊嘅問題咧，同時都會引發頸前邊胸鎖乳突肌嘅繃緊，會增加佢前後嘅對應嘅張力，咁樣就會引起前後頸部肌肉嘅惡性循環。第二，適當嘅運動可以強化頸後邊嘅肌肉同埋頸前面嘅肌肉。脊柱嘅壓力，因為頸前傾，同時會導致胸椎向後彎曲，所以好多患有脊柱問題咧，都會有寒背圓肩嘅問題。所以治標治本嘅方法就係要強化頸前同埋頸後嘅肌肉運動，從而改善我哋背部懸掛系統整體嘅承托能力。如果剛才講嘅資料可以幫到你，請分享俾你身邊嘅人。我哋下一集再見。